Hello，摩洛哥嘅新伙伴們，大家好！我係嚟自香港嘅星光大師 Fifi， 咁我亦都係咧4個孩子嘅媽媽。今日咧好開心，聽到摩洛哥就嚟開業啦，咁我感覺到特別嘅興奮，應該同大家一樣，因為我係5年前就已經接觸艾多美啦。咁我亦都當時點解愛上艾多美呢？因為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非常偉大嘅事業啦。首先可以利他。我嘅分享可以令到好多嘅朋友伙伴可以越嚟越靚同埋越嚟越健康，所以我係非常喜歡呢個事業嘅，所以我每一日咧都喺市場上邊去分享，咁咧5年嚟從未停止過，所以我覺得無比嘅幸福同埋快樂，所以我相信你哋能夠接觸艾多美咧，亦都係一個非常幸福同埋幸運嘅人，所以接住落嚟我哋一齊努力。一齊去獲得成功係艾多美，我哋一齊加油！